继续来看高雄这乡亲，真正把超商当作家己的厝咯，家己炸鼎炸雅素咯，到超商去煮火锅，想要食啥随摕就有。啊，若喙焦，阁会当配一罐仔米露，比你家己的厝搁较利便舒适。 高雄竟然有民众带着锅子还有卡式炉到超商里面煮起火锅来，真的是把超商当成是自己家了。炸轻便的雅素炉甲鼎位啊，来到便利商店，准备食火锅咯。有民众迄个高雄这间超商，附近的居民经常拢来这煮开，一礼拜煮3届火锅，实在无够，会当伫现场随买，还有冷气通吹。 我在里面，我就看到哦，就今天煮火锅了，就是冒烟啊，那个火啊，久了觉得好像很正常的。整个便利商店都飘到那个味道，有的人家有的不喜欢吧。其实超商煮火锅不是头一回，过去毛民众伫户外椅仔咧围炉，画面真趣味，煞来看到这幕嘛伫高雄。 铁板烧的店员一直咧下手，隔一张玻璃，好亲像嘛有听到，来，紧入来。来。只要甲店内员工目睭相像咧，伊就一定想尽办法叫你入来用餐，充满活力，招人客欢心。隔一张玻璃，拢会当感受到因的热情。